兄弟姊妹平安，咱即摆即时来团练诗歌。Oh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基督徒，但今仔日当作来纪念耶稣受欢迎进入耶路撒冷城，开始进行一礼拜人生生命的一个真大震动的期间。这一礼拜的开始，互咱众人对咱的生命同款有迄款的体会，期待咱用今仔日欢喜的心情来进入耶稣受欢迎进入耶路撒冷城，来体会伊的心境。城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么人？是万军的统帅上主。伊是荣耀的君王。咱即阵来吟诗学乐咱的主。圣诗86首，威严君王徛如进前，百姓沿路出声欢迎，路上铺衫铺棕树枝，温柔救主对遐过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照圣经所记载，阮献出时用着中秋主日来纪念你。当你和以色列百姓欢迎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是规个城轰动。你的人生对这个到一个真远方的所在，总是你谦卑伫上帝的旨意中间，勇敢迈向迄个受难的日。你照着上帝的旨意，期待以色列建立一个上帝国。现出时，这个上帝国自现代世界渐渐成形。阮真正看到这真大奇妙的作为。主，阮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来成做你的囝儿。我嘛期待阮的生命会当甲你同款，充满勇气、温柔、佮谦卑。求主你带领、保守阮，你所听的囝儿，拢有迄个能力，嘛愿意付出，帮助阮，互教会成做搁一遍奇迹发生的基地。互阮众人拢伫你的面前，会当得到你的欢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启应文第27篇，就是诗篇113篇，咱三甲来刻甲应，着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合万国，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仁爱提拔善良人。互因甲贵族排做伙，伊互未生的富人有大家庭，着称赞上主。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12章12到16节，咱三甲来领受。隔日来过节的一大群人，听到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就举棕树枝出去迎旨，话讲：何塞那，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以色列的王应该受称赞。耶稣看到一只驴仔囝，就牵来徛，照圣经所记载。世间的富人啊，唔免惊，看，恁的王骑驴仔得来啦。伊的门徒原来未了解这项代志，不过耶稣得到荣光的时，因正想到圣经所记载这项代志是得知耶稣。代志嘛，照安尼发生伫伊身上。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照伊的话来行的人。接着，咱们邀请圣歌队来学乐。今日的诗歌是《荣耀寿台扬歌》。
应邀归寿台杨歌。今仔日咱要请罗尚明牧师来讲道，讲的题目是受苦的君王基督。受苦的君王基督。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看到教会布置有真款款的无相共，对无？毋知咱有对一楼入来，就注意到咱一楼的即个壁边有真侪红仔图，对无？遐红仔图是代表什么意思？毋是大好看的啦，是代表耶稣基督为咱受苦、定十架死。这段艰苦的路，所以总共会有14站来表达耶稣基督受苦的过程。对于第一站确实马年园开始，一直到耶稣受定十架。所以伫即礼拜四，咱教会会暗时7点半会举办一个受难周的圣餐礼拜。邀请兄弟姊妹，若时间应允，通半工来参加。伫即个受难周礼拜的中间，咱会当做伙来体验耶稣基督背十架的即个过程。所以伫拜四暗，伫1楼开始会有即个受难周礼拜。接下来就有一寡有意愿代表的人会当背十架，为1楼。行对到7楼、8楼，安尼一路的过程来思想耶稣基督受苦的过程甲意义。伫8楼会有圣餐礼拜，咱伫遮做伙守圣餐，思想耶稣基督伫即个最后的即个暗时的即个暗餐甲门徒同坐倒即款的即个疗舍甲平安的坐。所以毋望咱大家会当鼓舞来参加借着即个礼拜做伙来思想耶稣基督伫咱身躯顶的即个救赎的意义。所以今仔日咱嘛看到咱的座位的边仔拢有一支即个草叶吼，这毋是好看的啦，这叫做樟树枝啦。所以今仔日的主日叫做樟树枝主日。那为什么要叫这个名词？这毋是要鼓励咱种树啊，亲像植树节爱种树啊。意思是嘛，毋是要纪念咱纪念这个樟树啦。意义是要纪念讲教会真重要一个节期，就是耶稣基督为咱受苦的这个日子。伫天主教的名词叫做基督受苦主日。基督苦难主日，对今日开始，一直到后礼拜礼拜日，这个礼拜，咱拢称作是基督的受难周啦。所以伫这礼拜的过程，耶稣基督来经历着，受着出卖、受掠、受审判，佮受定十架死、埋葬，第3日对死搁活的过程。所以伫这个过程，一直到后礼拜礼拜日，真做过活节的主日，这礼拜拢是称作受难周。所以咱会当看到教会有这个受难周的这个布置甲意义，意思嘛是要互咱搁一摆来思想耶稣基督为咱受难受苦的过程是安怎来进行。今仔日咱用樟树真做这个主日的这个名称是因为迄当时照圣经记载，耶稣基督骑一只小只驴来进入耶路撒冷城，百姓拢逐人手提樟树枝来迎接耶稣基督入城的过程。所以咱拄则圣歌队嘛是手提樟树枝来表达对耶稣基督的即个迎接甲欢迎。总是咱敢捌想过，为什么迄当时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因会摕即个樟树枝？
这是因为迄当时伫即个巴勒斯坦地区樟树伫迄个所在真普遍真有价值来象征表示即个美丽高尚胜利的意思伫即个樟树会当成做制作糖浆的一个材料，所以因迄当时的百姓就会摕即个樟树来代表迎接即个胜利者君王来到因的中间，甚至咱看到拄则即张图即个以色列百姓因阁将家己的衫甲布铺伫即个涂骹，互耶稣骑驴来经过即个亲像咱嘛捌看过即个好莱坞星光大道行即个红地毯这是真请赢的一个代志毋知影咱伫咱的人生中间，咱敢捌受到遮尔悬的即个礼数？我家己的经验，应该人一生中间上阳光的一个时期，就是结婚典礼啦。我会记得我甲我的太太无顺娘结婚的时阵，这阮老爸即个人情真好开50桌安尼啦，伫即个大饭店办婚礼。大家就讲今仔日你是主角就是即个新郎甲新娘亲像爱行即个红地毯共款大家所有的来宾的焦点拢伫即个新郎甲新娘的身上但是这在座50桌有一半以上我拢无熟悉啦大家拢来看我所以就感觉哇，家己真欢喜真阳光安尼，所以。伫咱的人生，可能嘛有一款阳光的时期咱的耶稣基督伫迄当时，伊所受到的即个欢迎的即个定制超过结婚典礼，因为这以色列百姓是用迎接君王的即款的规矩来迎接耶稣入城，所以咱毋知敢会好奇讲，为虾米？以色列百姓哇，遮尔高规格来欢迎耶稣入即个耶路撒冷城，佮将家己的衫铺伫涂骹，遮尔较热情。咱毋知敢捌知影以色列过去的历史，咱若对圣经历史有即个兴趣的，咱可能就会当看到讲，伫圣经旧约的记载，以色列国捌经历真悲惨的亡国的时期。为什么安尼讲？因为以色列国伫早前主前931年分裂成做南北两国，有北国的以色列国甲南国犹太国，总是分别伫主前722年甲主前587年，北国受到亚述帝国，南国受到巴比伦帝国来消灭，直到以色列民因长期受到巴比伦、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甲罗马4个帝国来统治，所以伫即个中间，以色列无家己的国家，甚至连圣殿拢受到毁坏，百姓流浪失所，无大的所在，甚至因受掠去别个国家。圣经伫旧约。最后一卷的即个圣经，到伫新约即个中间，大家毋知敢捌注意到，即个过程捌有400年的时间，上帝无阁差派先知有任何的即个预言甲启示，所以伫以色列百姓因的心中，因心内真艰苦，因一直咧听候啥物？听候即个圣经所应允的即个救主弥赛亚，有一天会当真正来到因的中间。因为照着以赛亚书，即个主前700年前的即个先知有应允，有一个红婴仔已经要为着因出世，有一个囝要赐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贤明的道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而且最后佫讲，万军的统帅的热情一定会成全这个代志。所以以色列民虽然面对着亡国
被统治狩猎的这个艰苦的过程，总是因心中有一个真大的愿望，就是上帝应允这个弥赛亚救主，因的君王有一天会临到因的身上，临到因的国家，来带领因重新起造因的国，甚至会当来建立早前所罗门王圣殿的荣耀。所以，伫主前167年，一个犹太教的祭司长马加比，因就兴起一个革命的运动。这个革命的运动目的是要对抗迄当时希腊帝国统治以色列百姓，因为希腊帝国甲希腊文化影响，至到因无法度公开来聚会，甚至因受到迫害。伫即个信主的过程，因无法度有真好的一个机会来跟对主。所以伫迄当时，即个马加比因的家族，因就决定讲要来革命，来兴起一个运动，来推翻迄当时希腊帝国的统治。所以，当即个马加比来产生即个革命运动时阵，尾啊，大家想，即个革命运动敢有成功？其实有哦。照历史的记载，伫祖前167年的时阵，即个马加比家族因兴起即个运动了后，来建立一个王朝，叫做哈斯摩尼王朝。伫迄当时，因赶出即个希腊国的即个部分，家己独立建立一个犹太国。伫马加比因要即个清起圣殿献给上帝的时阵，马加比因就是手提即个樟树枝，游行骑即个白马来迎接即个上帝国的临到，来献上给上帝。无拍算即个犹太国建国的即个时间100几年了后，因内部发生内战。直到主前63年，罗马帝国兴起，派一个将军，我想大家拢应该熟悉，叫做庞贝。所以伫罗马有一个庞贝城。这个庞贝将军因来镇压这个犹太国，直到这个马加比因的这个国家就受到毁灭。最后，罗马帝国差派希律王，成做管辖犹太人的王。所以，咱通看，伫即个历史的背景的过程，即个希律就成做统治犹太人的一个王。总是以色列民因相信，早前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总有一天犹原会实现。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10节，拢有真清楚甲以色列民讲，总有一天上帝一定会甲因拯救。而且差派一个伟大的君王来帮助以色列民独立建国，来恢复早前大卫王朝以及所罗门王圣殿的荣光。因为伫即个亚西的老树头会布一个椅，这个椅会发幼枝。伫迄日亚西的君会成做万民大旗徛在在，万国拢会拥护伊。伊徛起的所在会充满阳光甲灿烂。这个亚西到底是啥物人？大家敢知影？亚西是大卫的老爸。咱会记得，咱若看圣经撒母耳上下卷，才会记载讲伫即个先知撒母耳伊要去敲找以色列国的王的时阵，上帝甲伊启示讲，你着去找亚西。因的家庭，伊的囝有一个人要成做以色列国的国王。总是当亚西将伊的囝拢带出来，互撒母耳看的时阵，对上大汉的到排第7个，看了后，上帝拢甲撒母耳讲，这7个拢毋是我所要竞选的王。撒母耳先知就感觉真懵影，讲安尼到底是啥物人？亚西就讲对啦，我阁有一个囝吼。伫迄山顶咧饲羊啦，我煞甲袂记起，无我甲叫转来。结果即个大卫转来厝来了后，
上帝就甲撒母耳启示讲，就是即个囡仔。哦，因为迄当时大卫阁少年，可能还未成年，总是上帝却拣选伊成做以色列国未来的国王。所以亚西照圣经的即个记载，亚西后代有一个人会成做以色列国的新王。以色列民就咧期待讲，即个亚西的后代到底是啥物人？但是因相信有一天，上帝会差派即个人来到因的面头前，照着圣经的应允来甲因启示。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伫即款的背景下，伫以色列复国运动了后100几年降生伫犹太即个所在。耶稣的老爸，伫世间的老爸名叫约瑟。约瑟就是以色列大卫的后代，所以经过30年后，耶稣基督骑驴仔囝入城的时阵，以色列人就真清楚知影讲啊，就是即个照伫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一个骑驴仔囝的君王，就是耶稣。所以顺城的百姓拢手提即个樟树枝。看到耶稣骑驴仔囝入城的时阵，因就知影，这个是上帝所启示，要来拯救因的大君王、大统帅，也是因所期待对祖先时代到今咧听候的迄位弥赛亚君王。所以照着先知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的即个启示，则讲锡安的子民啊，着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子民啊，着欢呼。你看，你的君王已经来啊！伊胜利凯旋，伊谦顺骑驴啊，就是骑驴仔囝。伫今日的圣经节就记载，耶稣入城时阵，百姓就照着即款的欢呼，大声喊话讲：何塞那，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爱受称赞，以色列王应该着受称赞。咱拄仔唱的诗歌嘛有何塞那，何塞那是代表什么意思？何塞那伫原文的意思是代表上帝来呼求，求叫上帝的名。总是伫以色列民迄当时看到耶稣入城的时阵，因毋那是干那叫上帝的名，因是用俄乐赞美称颂，就亲像咱拄则献上诗歌来迎接君王入城即款的程度。所以百姓看到耶稣骑驴仔入城的时阵，因拢大声喊话讲：大卫的子孙拯救我，你是高高在上，应该受称颂的。各位兄弟姊妹，咱通想象伫迄当时，以色列民因面对亡国、被统治即款的困境，看到耶稣入城应允先知以赛亚预言即款的情形。因的心内敢会有期待？我想即款的期待，那亲像咱听候哇，一个新的一个统治者，还是新的领袖，要来到咱的中间。哇，咱苦等，经过3年、5年了后，哇，这个王、这个领袖已经来到咱的中间，咱是毋是会真热情欢迎？甚至咱可能会讲啊，某物人啊，你就是阮咧听候即位。来，今日暗时来阮兜，我请你食饭，我招待你。来，哇，我才会有好料的。咱可能会真期待，咱会用真热情欢迎的方式来迎接咱所期待的这位人。所以，咱相信，迄当时以色列百姓因欢迎耶稣基督，是因为因对耶稣有一个真大的期待。有的人期待耶稣是啥物人？是一个大官能的先知。因为耶稣所到的所在，世界去甲人医病赶鬼，甚至耶稣行一个上大的神业，就是互死人搁活。咱伫后礼拜有一个戏剧，甲这个有关系。咱看到真侪神业，伫耶稣所到的所在，拢确发生。五块饼2尾鱼的神业，甚至侪这个青面的。歹骹的拢得到医好，所以这百姓期待耶稣是一个大权能的先知，会当甲因所有的病症拢医好。有的百姓非常的爱国，
因咧听候即个救主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君王，是一个军事的统帅，真有气魄，会当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杀倒因迄当时的统治者罗马帝国。目的是要建立新的以色列国，恢复大别的王朝。咱看耶稣的门徒中间，敢毋是有一个门徒，嘛是革命分子？奋锐党的西门，伊是革命党的人，所以因军对耶稣的目的，可能因为认为耶稣会当带领因来杀倒当时的政权。有个人亲像犹太宗教的祭司马加比家族同款，因咧期待耶稣是一个大祭司，通重新起造圣殿，恢复被毁坏的这个圣殿。重建所罗门王圣殿的荣光，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来到伫教会，咱的信主，咱的受洗，咱是毋是嘛同款？亲像以色列百姓，咱期待咱的耶稣是甚物款的耶稣？咱敢捌思考，咱信主真正的原因甲目的是甚物？是毋是因为？咱期待，当咱信主了后，耶稣就会照着咱的期待来甲咱成全。咱可能毋望咱信主了后，咱的事业会发达，咱会毋望看到新业，看到真济的改变。咱可能嘛毋望讲，当我来到教会，咱毋望教会会当有一个新的毋望新的一个展现。总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啥物？新约、宗教改革、教会重建，这个代志敢有要紧？那照咱基督徒的想法，当然嘛是真要紧。这就是咱伫教会的目的啊！总是咱咧想耶稣来伫这个世间，上帝差派耶稣来伫这个世间的目的，到底是啥物？今仔日，受难周要提醒咱的兄弟姊妹，咱佫一摆来思想咱信仰的根基，到底是起造伫什么所在？咱信仰的根基，无应该是起造伫对主耶稣，或者是对人的期待顶，因为咱的期待并无一定是上帝现在的旨意。咱若照咱人一般的期待，咱可能会感觉真戆影。为什么耶稣来，毋是要拯救这个世间吗？为什么遐侪人身体欠安、破病，甚至是得癌症，无法度医治？为什么耶稣毋是这个世间的救主？魔鬼犹原搁伫这个世间乱乱说，无赶除这个世间的魔鬼，耶稣就离开这个世间。为什么耶稣来，这个世界犹原吵吵闹闹，侪侪战争不断的发生？最近咱真惊吓的一个代志，美国总统川普伊兴起一个贸易的战争，至到咱即马大家人，若有买股票的可能。有个人听讲拢卖了了，毋敢搁囥。耶稣来，到底为着咱人做啥物？为什么耶稣来伫世间，无照着咱的期待来做代志？总是主耶稣，当伊要受难之前，伊甲伊的门徒讲：我来毋是要成做这个世间的国王。当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受掠的时阵，伊的门徒彼得真勇敢，将家己身躯顶的刀仔举出来，要保护耶稣。总是耶稣阻挡彼得，甲彼得讲：甲刀仔收起来。我敢袂当差派天使12营的天军来为着我征战？为什么我无要安尼做？是因为主耶稣讲，伊的国无受到这个世界。那安尼，咱可能会感觉真戆影，
到底耶稣是什么人？到底耶稣来伫这个世间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毋是要为着这个世间来成做这个世间的先知，嘛毋是要为着这个世间伊成做这个世界的宗教人员。耶稣更较毋是为着这个世界要成做一个军事改革家，或者是统帅。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佫是全能的上帝。今仔日，耶稣是万权能的上帝。伊既然选择用上卑微的方式，成做一个完全无力、无法度抵抗的红婴仔，出世伫咱的世间。咱想，咱厝内若有一个拄仔出世的幼儿红婴仔，是毋是真无力？咱甲放伫眠床，伊就乖乖倒伫眠床，嘛无法度变身。咱若甲扛起来，过无偌久，伊可能就无法度喘气，因为伊无力会当甲遮个布压走。耶稣既然成做人中间上无力的一个幼儿红婴仔，而且佫出世伫真污糟、真垃圾的马槽。咱教会边仔有动物园，毋知咱敢捌为边仔行过？有当时嘛会闻到一寡动物的味，对无？敢有好闻？小可臭臭安尼啦。咱拢无茫讲咱的囡仔会出世伫即款的所在，总是耶稣却选择出世伫即个真污糟、垃圾，佫无人想要入去的即个马槽。当耶稣长大成人了后，耶稣要入耶路撒冷城，伊并无选择真大只、真水的白马来入城，耶稣却选择路边无人看见的一个细只驴仔囝。耶稣讲：“我要使用伊。”所以耶稣牵驴仔囝，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城。跟对耶稣的遮个人，毋是摕着刀、摕着枪、摕着盾牌的遮个兵丁，因是两手空空，啥物拢无的老百姓，跟对耶稣，摇摇踏踏进入耶路撒冷城。耶稣为什么要安尼做？耶稣安尼做的原因，毋是恐惊迄当时的罗马政权想要安砍家己。耶稣安尼做一切的目的，是要让世间人来显明上帝对咱人的疼甲和平。因为驴仔代表谦顺和平的意思。耶稣骑驴仔囝，意思是表明耶稣基督来伫这个世间，并毋是要用军事的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嘛毋是要甲属血气的人来争战。耶稣基督来是要成就上帝更较要紧的使命，就是为着咱世间人来赔命，完成全人类的救赎，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是受苦的君王，伊原本就是天顶的君王，伊原本就是伟大的祭司，伊原本就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总是伊了解咱人的艰苦，又了解咱人的无完全，伊知影，敢若有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会当救赎咱。我要借问，咱看这个世界，有倒一个国家的国王会稳重家己的能力？有倒一个国家的国王甘愿谦卑家己？有倒一个国家的国王愿意放弃伊家己原本的资产甲财产？有倒一个国家伫百姓背叛伊的时阵，伊阁愿意为着伊的国家的子民来赔命？咱莫看别个国家，咱看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些领导者，有倒一个领导者，因愿意谦卑牺牲家己？敢毋是拢是大概都伫媒体的面头前来展现家己国家的这个财力，展现家己国家的武器，来
互大家看到因的国家有偌济资源、偌济力量，互世间人行兄顺服。总是咱看耶稣基督，伊来到世间，伊拯救人的方式，并无照伫即个世间人的期待甲价值观来实现。耶稣基督无用伊伫上帝，伊是上帝囝的即个权柄，命令咱世间人着爱顺服伊，嘛无差派天使、天军来杀倒即个世间的政权。耶稣基督伊选择放弃天顶一切的权柄能力，成做有血、有肉、有目屎、有限的肉体，佮甘愿为着世间人的罪，成做赎罪的羊仔祭，忍受鞭拍，忍受屈辱，孤单一个人担十字架、行十字架道的苦路。当耶稣受到审判的时阵，伊无反抗，无家己自我反驳，甚至伊求上帝原谅遐个侮辱伊、鞭拍伊的罗马兵丁甲百姓。耶稣基督受苦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上帝交代伫伊的使命，成做全人类的赎罪祭。因为安尼，借着耶稣无罪肉体的死，互既若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因的性命、因的罪会当得到赦免。借着耶稣基督对死过活，将来会有永远的活命。我想，这就是耶稣上帝差派耶稣基督来伫世间上主要的目的。那亲像圣经约翰福音12章24节，才甲咱讲，一粒马落伫土死，就结出侪侪的粒。耶稣基督的死，成就搁较侪人，咱千万人、世间人性命会更新甲搁活。若无有耶稣的死，今仔日咱人的性命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因为咱人拢犯罪，无人通得到拯救。各位兄弟姊妹，我想有当时咱来伫教会，咱会迫切想要看到真侪新野，总是主耶稣甲咱讲，无阁有新野，因为耶稣对死过活就是上大的新野。有当时咱会毋望，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咱对上帝的祈祷，咱会当定心起做圣殿，总是耶稣讲，伊要将圣殿拆坏，第三日阁定心起做。意思是讲，耶稣本身，伊就是上帝的殿，伊要为着咱世间人来死，总是第三日要对死过活。真侪人嘛毋望会当来推动宗教改革、国家的改革甲更新，总是主耶稣讲，伊来毋是要兴起国家宗教的改革，伊是要带来人心灵的医治甲改变。主讲，咱得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因为安尼，主耶稣成做受苦的君王。上帝透过基督的受苦甲死，担当咱人一切罪恶，互耶稣举十字架受苦甲死亡的道路，反倒会当成做咱世间人行永远活望的道路，咱有永生的望。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中秋节节。嘛是耶稣基督受难周第一天，我想要问，伫咱的信仰过程中间，咱是毋是嘛捌亲像这个以色列百姓、犹太百姓，咱嘛捌共款手提樟树枝，热情来欢迎耶稣。咱可能咱对耶稣伫咱的生命中嘛有真大的期待，咱毋望咱会当借着祈祷、借着敬拜、借着学乐、借着甚至咱的信仰、咱的洗礼，来互耶稣成做咱生命改变的一个方向。所以，当咱歌曲、双手学乐敬拜上帝，咱举起基督的大旗，甚至咱主后求叫祈祷的时阵，咱是毋是拢会望耶稣通回应？照着咱所期待的方式来实现。
咱可能会掠做咱来教会欢喜信主了后，咱的人生从此以后，咱的人生对乌白变做彩色，咱的事业会顺利，家庭会和睦，五子登科，总是今仔日我要问的是，当咱的期待，若是耶稣无照着咱的期待来完成的时阵，甚至咱的人生对信主了后，来伫教会了后，咱搁拄着搁较侪苦难。借问，咱敢会离开耶稣？咱敢会对耶稣感觉失望？咱敢会对这个信仰来弃杀？咱可能会问讲：为什么？主啊，为什么这个代志会发生伫阮的身上？主啊，为什么你无听我的祈祷？主啊，你毋是应允信靠主的人会得到丰盛的性命，而且会得到更较侪丰盛？这是圣经讲的，敢毋是？总是咱所想的，甲上帝所想的，可能有一寡无共。上帝应允的丰盛，并毋是指咱人物质上的丰盛。上帝要应允互咱的性命，并毋是咱趁更较侪钱，或者是咱有得到更较侪名声，得到更较侪的好处，即款的毋望。我想，当咱的期待若是失落时阵，咱的心中敢袂阁有耶稣？咱知影，伫昨教会嘛有敬听的一个杨聪明弟兄的个别式，伫台北普京教会来举行。有当时，咱会想讲，为什么咱所敬听主内兄弟姊妹会拄着即款的病痛？咱嘛迫切咧祈祷，咱嘛毋忘期待耶稣会听咱的祈祷，照着咱的应允来实现。总是当咱所敬听的亲人有缘离开的过程，咱的心敢会苦痛？敢会失望？敢会生气？敢会埋怨上帝？有当时咱看即个地动，死亡的人有可能是拄仔出世的红婴仔。咱看即个战争炸弹所破坏的国家，有可能是完全手无提武器的这些老百姓。咱敢会埋怨上帝？为什么上帝你应允这些代志会发生？今仔日咱的回应诗，圣诗599首，咱若有圣诗，咱通掀开来看。这首圣诗是一个日本人所写的，伊的日语叫做“どんな時でも”，意思就是无论伫什么时阵。这个诗歌的作者是一个7岁的细汉查某囝。为什么伊会写这条诗歌？是因为伫伊出时阵，伊就得到感情。总是伊无失去毋望，因为伊出世伫基督教，伊是一个日本这个辅导新丁教会主日学学生。伫伊知影伊得这个病症时阵，伊接受治疗，伊无倒撇。当伊伫这个病房倒伫眠床的时阵，伊写这条歌曲。伊讲，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时阵，毋通互苦难赢过，也毋通互悲伤来失志。有耶稣的听，有耶稣的听，着信有耶稣的听。伊相信，无论伫伊的生命的境遇，伊拄着什么款的病症、苦痛甲试炼，伊拢相信耶稣基督的听已经临到伊身上。伊无惊吓死亡，伊无埋怨上帝，伊无倒撇病痛，因为伊知影耶稣已经为伊受着苦难，命对死搁活，互伊有永远活的毋望。
所以当这个查某囡仔写完这条诗歌的时阵，过年就是伫伊8岁的时阵，上帝调开伊的性命离开，伊的性命伫这个世间敢若活8岁，总是伊留落这条诗歌。这个查某囡仔甲咱鼓励，伊讲，虽然这个世间有苦难，总是耶稣已经赢过苦难。伊深深感受到生命中有耶稣的疼，所以伊无惊吓，无埋怨。伊要鼓励咱勇敢面对世间的苦难，因为耶稣是愿意为咱背十架的上帝。如果咱若无明白上帝的旨意，有当时啊，咱会互苦难赢过，咱人生会充满埋怨、怨叹，甚至咱会离开上帝、离开主。咱可能会亲像以色列百姓，咱本来热情欢迎耶稣基督入咱的心内的城，总是当耶稣所做无照咱的期待、无照咱的祈祷时阵，咱就会气煞上帝、气煞耶稣。咱看以色列百姓对欢迎耶稣，手举张手机、迎接伊、铺衫迎接耶稣的时阵，到将耶稣受定十字架死，这个时间偌久的时间？其实无到1礼拜，百姓对真大期待变作失望、生气，甚至气煞耶稣，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甚至连最后耶稣的门徒完全拢死散，连耶稣上疼的门徒彼得拢3摆唔敢承认伊是耶稣的学生。今仔日是中秋节节，嘛是耶稣受难周的第1天。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思考，为什么耶稣基督伊要为咱成做一个受苦的君王？较毋是成做符合人民所期待、为人征战得胜的君王？敢讲耶稣伫这个世间的作为是失败吗？毋是。耶稣伫十字架顶，伊讲出来最后一句话，什么话？完成了。完成什么？耶稣敢毋是死去啊吗？耶稣完成什么？耶稣敢毋是互遐百姓气杀吗？耶稣完成什么？耶稣所竞选的学生，12个门徒，一个甲出卖，剩的11个拢走甲无判影。耶稣完成什么？耶稣来伫世间，敢毋是大失败吗？毋是。耶稣完成的是上帝应允伊所要背的十字架道路，伊完成，伊愿意成就上帝伫伊心中的旨意，因为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甲上帝安尼祈祷讲：虽望我毋望这个苦杯通离开我，总是毋是照着人的意思，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如果上帝你的旨意是爱我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苦路，我愿意来承担。所以耶稣真做受苦的君王，因为耶稣敢若独独听叹上帝的旨意。耶稣掠上帝做伊的中心，看无家己，这就是咱基督信仰上大的核心价值。牺牲的疼，牺牲的疼。各位兄弟姊妹，面对这个世间充满挑战的疫情，后疫情时代，咱可能看到这个国家、世界的这个危害，战争、通货膨胀、暴力的事件、诈骗，一直咧发生。咱可能会失望，咱可能会惊吓，咱毋望有一个新的期待会当发生，咱毋望新的政府会有新的作为，咱毋望新的政权的轮替会带来新的一个毋望，咱嘛毋望新的组织来改变，毋望咱的环境更较好。总是当咱的期待仍然毋望一届搁一届失落，一届搁一届受到打击，一届搁一届受到挫折的时阵，咱的心要安怎想？咱可能会失望，可能会埋怨，可能会艰苦，甚至当咱的亲人离开咱的时阵，咱可能会失去信心甲毋望。
总是今仔日要借着圣诗599首，一个日本查某囡仔伊所写的歌曲，真做咱的安慰，真做伫即个受难周咱上大的愿望。因为咱知影，生命的离开并毋是结束，是永远活生命的开始。咱的亲人可能暂时离开咱，总是借着咱亲人过去伫咱的信仰的过程，真做咱的模范，真做咱的学习的对象，咱会当真做演说即个听的一份子。耶稣基督敢毋是就是安尼，为着咱世间人赔命顶十架死，总是伊的离开上天，并无代表即个世间就结束，反正，互耶稣遐个门徒最后会当活当心，改变因的性命，真做为着主耶稣起造教会门徒。咱看咱伫长老教会160年的历史，敢毋是遮个宣教师因愿意牺牲因家己来到台湾传福音，因一世人踮伫台湾，带台湾某，食台湾米，最后建立咱公园教会。这是我邀请苏琴为咱来弹圣诗599首。咱用这段这个圣诗来默想伫咱生命的过程。咱会当将目睭闭起来，借着这个音乐，咱来思想伫咱信仰的过程，咱是毋是捌失望过？咱是毋是捌埋怨上帝过？咱是毋是因为期待咱信主耶稣会照咱的期待来行？今仔日，如果咱感觉失望，如果咱的信仰感觉弱智，如果因为咱身体的艰苦病痛，看到这灾难，这人失去性命，咱通借着这条诗歌，咱来知影，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是什么时阵，主耶稣的疼已经伫咱的中间。伫2000年前，主耶稣已经为着咱降生伫这个世界。耶稣骑驴仔囝入城，为咱行十字架的苦路，为咱受顶十字架死。伫咱还未出世之前，耶稣就已经疼咱；伫咱还未做任何代志，甚至咱阁是罪人的时阵，耶稣就已经为咱牺牲。咱来知影，苦难毋是阻挡咱入来教会信主的一个原因，苦难是要互咱阁一摆经历耶稣疼、信仰改变更新的过程。咱做伙起立来唱这条诗歌，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时阵，毋通互苦难赢去，也毋通悲伤失志。伫咱的一生，耶稣安怎引带咱？可能咱有经过艰苦、病痛，咱可能即时搁咧面对治疗的过程，总是毋望耶稣真做咱的毋望，毋望耶稣的牺牲的疼，真做咱的快乐，真做咱前来跑走的一个信仰的进程。因为耶稣要赐予咱，有耶稣的疼，有耶稣。因为有耶稣。
咱对头，搁来唱一届，咱用感恩的心来唱。阮伫啥物时阵？感谢主耶稣，伫咱搁是做罪人时阵，就为着咱受死埋葬，为咱背十字架，当担当。主耶稣明白咱所面对的苦难，主耶稣知影咱的无完全，主耶稣要拯救咱的一生，要甲咱讲，唔通失志，唔通失望，因为耶稣疼你，耶稣疼咱。我会听，因为有耶稣会听。第二节，无论伫啥物境遇，咱用信心来唱。无论伫啥物境遇，着毋望将来，着毋望将来好去。主的私心永永记，有耶稣会听，有耶稣会听，因为有耶稣会听，有耶稣会听，搁一摆，有耶稣会听，有耶稣会听，因为有耶稣会听。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真心感谢你，阮感谢你。并毋是因为耶稣你符合阮人的期待，阮感谢你，并毋是因为耶稣你互阮的人生会当得到光彩。主，阮愿意感谢你，是因为耶稣你为着咱人牺牲的疼。你愿意伫阮还未出世，阁是罪人时阵，就已经救赎阮，互阮伫即个世间，阮通明白。阮毋是孤单一个人面对苦难，阮毋是孤单来面对即个世间侪侪无公平、无公义的代志。阮毋是孤单一个人来面对阮所敬疼的亲人离开的即个事实。总是阮知，主耶稣永远的疼，要成做阮头前信心勇气的道路，因为耶稣你是对死搁活的上帝。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咱感谢罗牧师的勉励，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搁一摆伫耶稣基督的疼内面得到永壮。这时阵，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话，请属现的同工。
和三角来祈祷。父上帝，阮感谢你所赏赐予阮的一切，因为有你的救赎，互阮会当领受完全的活命，互阮会当看见真实的世界。主，阮要尊探你的恩赐，我靠深深的帮助来行出属你今日的款式。主，感谢你，互阮会当参与伫你的圣工内，愿满心欢喜，充满喜乐来献上互你。愿你感纳，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看教会消息。咱这个礼拜开始了后，咱就进入受难周。有真侪教会的牧师拢会提醒兄弟姊妹，伫受难周的中间，毋好有伤侪的欢喜宴乐，就是毋好去夜店。好，拜四暗时7点半，咱有特别举行圣餐礼拜，有分做上、中、下3个半场。对1楼开始，然后82家行苦路到8楼来领受圣餐。我望咱侪兄弟会当拨出时间。但这个礼拜当作你人生无共款的礼拜，因为咱普通时啊拢主日来，来欢欢喜喜，转去欢欢喜喜，想讲来教会就是安尼享受尔。到底有啥物苦难？耶稣的苦难可能咱拢毋知，来体会一下 ，OK？ 暗时这个拜五是新德中会。中区教会来伫咱中正教会，来要办一个中会所主办的一个受难周的圣餐礼拜，这个是同款暗时7点半开始，这2场你拢会使来参与。一个主日就是要举行耶稣定是受定了后，迄个国活的。过活节的联合性联合的赞美礼拜，咱有敬拜团，有敬拜赞美、诗歌赞美，佮圣诞戏剧。圣经戏剧这个是社青、学青佮少气联合演出，这个是应该会当达教会节满，所以。你嘛会使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厝内人来参与这个联合赞美礼拜。今仔日伫2楼举行的 Special Message， 这个儿少复活节礼拜，预定结束的时间是12点10分。那有家长伫遮的，你这个时间毋免赶，12点10分应当会结束。来，幸福小组有2组，一个运动真幸福，一个听无限幸福小组，拢分别伫拜六甲今仔日下晡，伫607的教室要举行，要来伫第一。妇女团契有一个4月23举行大溪山猪湖的生态亲水园区的一日游览，嘛要去。中间的永盛村来探访游鱼老师，游鱼老师，这个报名是额满啦，你看会当做候补无啦，应该是妇女团契遮美生长老讲已经额满啦，惊有人临时无去，看会当报无安尼，然后真有意外的时阵来，咱甲台湾新人医合办的信徒领袖培训的课程。基督信仰神学讨论，这个伫4月19，就是过来拜六，佮要开始伫咱教会来上课。
还未报名的，会使去报吼。啊，第二季的主日时间轮值表已经印好吼，有需要的同工爱家己摕吼。啊来下一日，下主日的国外节联合礼拜，迄个讲道是咱黄牧师吼。啊，具体消息这个部分有由于老师去养生村的消息，啊，佮有另外一个是咱敬听的聪明弟兄吼，伊昨已经拢安装好势，啊，咱会当为着伊的遗族佩玉姐，啊，甲伊2个后生5个孙，安尼来祈祷吼，来代祷求因伫即个时刻。会当游玩充满愿望。啊，咱第3页这边有中会财务组检销的作业，即咱财务小组爱做议。啊，总会有70届通常议会，伫4月22日到24日伫台北马街病院总院来召开吼。啊，新竹县市有跨9届的国外节联合礼拜，伫新竹县的体育馆举行吼，请兄弟会当来看安尼。啊，牧师毋知有啥物补充无？咱即个报告会场的时阵，伫1楼开始到伫8楼，你来看真侪遮个布置。即个布置拢是为着咱的受难秋以及咱的国外节来所举办，所以咱今年呢非常特别。过去咱无逐年拢有伫礼拜四办即个圣餐的一个礼拜吼，咱今年特别伫拜四办即个圣餐礼拜。那伫楼骹即个布置呢？就是咱主要所祈祷，伊受难的14站安尼吼，从第1站开始吼，所以对这个所做这个图片吼，你着要马上看出，你当去摇啦吼，每一站的图片差不多上顶啥物种意思安尼吼。那咱伫台顶这两本花吼，是无甚物特别设计，我讲你设计这。到底啥物意思？伊讲这嘛是受难周吼所设计，受难周甲国外节，伊讲爱特别讲这个意思啦吼。伫这边即个吼，就是咱的主要所祈祷，伊受定是物件时阵吼圣殿的会幕裂开安尼吼当主要所祈祷受定的时阵这会顶幕裂开安尼吼，表示讲对主要所祈祷，咱的救恩会当进到上帝的面前吼。然后才有这个百合花。百合花我看的意思就是安尼吼，就是讲百合花是上帝咱主要所祈祷的歌话。对咱每一个人来讲呢，这个百合花是讲到伊结集咱每一个人，互咱会当先纯洁。这个百合花因为上帝主的歌话，所以呢表明主要所祈祷，伊对咱纯正会听。伊伫的能力甲伊真宝贵的供应。伫山谷的百合花所以呢，百合花表示呢，伫非常是山谷无人看见的所在呢，但是嘛显明上帝对这个植物百合花所象征的意思。那这边这个呢，顶面这个吼是刺皮的花冠主要所祈祷伊滴这个刺皮的花冠安尼。那这有玫瑰那有一首歌是沙轮的玫瑰，沙轮的玫瑰这玫瑰花特别嘛是讲到，伫这个沙漠地中间嘿，咱的上主要所祈祷对咱有一个供应，所以伫沙漠地嘛会当发出这个玫瑰花咱会当仰慕咱的主，伫真欠缺其实抗旱的时阵呢，上帝对咱会一个看顾所以百合花，山谷的百合花沙轮的玫瑰。圣殿有咱离开，咱就主要所祈祷，为着咱心里是要家庭所表明的所以咱拜四咱要教主要所祈祷，东行苦路，拢都14站所以这3部分，第一部分咱伫1楼的所在，咱会当伫背10个以前呢，主要所祈祷伫克西马尼，然后受掠、受审判判伊10个。然后第2部分就是咱有8楼1楼到8楼拢7站，表明主要所基督所讲的7句话咱有无共款的团体来背10个对1楼8楼推来到这个所在那8楼8楼是咱老牧师要背10个来到伫大厦顶这个所在啦所以非常有意义然后到伫8楼的时阵，咱较有一个
圣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最后晚餐。所以这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受难周的时阵透过这活动，咱甲主耶稣基督同行最后伊受审判，背十字架，伫十字架的苦难。咱有即个新海的课程新海课程咱本来是希望讲会当10个人就开始开课，安尼就有到10个人啦但是咱其实我期待佫较侪人安尼所以呢，咱兄弟姊妹，咱一定要把即个时间即讲过来礼拜就是讲透过即几个课程，会当帮助咱一生中间对咱神学的一个思考所以咱要把握即个机会有两个迄个补充啦第一个就是网络顶悬还佫有7个兄弟伫遐咧看希望你会当紧转来教会因为大家拢足怀念恁的第二项是礼拜三咱需要到舞台顶这甲讲座刷落7楼请壮丁家己留落来我若点名较歹势。不过我看个壮丁个圣歌队只有1、2、3、4、5个较少年的会当礼服换换的时阵起来遮，咱就搬落7楼一下，安尼一日台开，台9楼的，请你会当家己来啦，家己来，咱就较等下随搬安尼因为即个后礼拜咱才有戏剧要演出，这倒这会动着安尼希望大家会当伫这中间互相合力。互相合力。来，咱来吟原主吟来，甲你同在。这些时间你若看罗维道老师的介绍会足感动的。咱吟2摆因为有华语礼拜所以咱就毋免唱华语的。你若是马来西亚，遮有马来语咱外籍迄个帮助者，有马来西亚你会使唱马来语安尼咱吟2摆台语的，吟4煞，咱要请罗牧师来祝祷。愿耶稣基督的听，永远活伫阮正人的生命中间，互咱清清知影，无论伫咱人生拄着什么款的境遇、遭遇，主耶稣伊的听永远伫地。当阮搁一摆伫苦难中，耶稣伫十字架顶牺牲的听，要成做阮行往永远道路的信心。勇气甲盼望，愿耶稣基督听，
上帝的恩典、圣神的相通，甲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对即时到永世大保证。阿免。